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。錄音嘅時間係7月28日嘅晚上。嗱，呢排有件事咧，真係可以話係大快人心，就係咧話說呢個前民主黨嘅主席胡志偉啊，佢咧即係放咗監啦，因為佢呢個35+顛覆政權案入咗獄，坐4年幾之後放監。放完監之後咧，結果佢就急急腳咧咁就話要飛去英國。嗱，佢名義上叫探親啦，佢否認或者係爭取庇護啦。咁但係件事嘅事實就係話，佢一落到機場，一去到英國嗰度，嗱，香港人冇阻佢㗎，因為香港係好注重人權嘅。你既然已經係負擔咗刑責啦，咁咪俾你走咯，冇問題㗎。咁啊，結果佢去到嗰度，英國佬就唔買你帳，結果咧就係先玩扣留喺機場度。咁佢梗係驚啦，係咪先？咁原本話要遣返嘅，咁後尾又整咗個所謂嘅入境許可俾佢啦。咁就話你逗留7日，係啦，逗留7日。咁胡志偉都好叻嘅，咁佢梗係搞大件事啦，係咪先？即刻咧咁就喺度賣慘啦，係啊，周圍講啦。咁然後最緊要就話吸引到一啲外國媒體，馬上幫佢背書啦，即係馬上話有個咁嘅人入唔到境咩？咁嗰時南民都知道佢最後係一定會入到境嘅。因為胡志偉點解搞大件事啊？搞大件事之後，咪係可以受到關注咯。咁英國佬玩虛偽，咁一定話我哋尊重民主自由，係咪先？咁一定就俾佢入境嘅，係啊，多佢一個唔多，少一個唔少啊！呢啲咁嘅垃圾可以講話係咪先？咁所以一定俾佢入境啦。咁最後個發展亦都係咁啦，就話先俾7日嚟，咁結果咧而家就話咧可以俾以旅客身份入境，咁有半年期限，係啦。即係照翻一個普通嘅拎住個 BNO 護照嘅人咧去入境咁樣。呢件事南亞人想同大家講就話，由胡志偉第一日俾人扣留開始，我已經知道個劇情嘅發展就係好似而家咁一樣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作為一個雖然真係叫做用完即棄嘅氣卒，但係佢走出嚟講件事，吸引到媒體嘅關注，外國媒體嘅關注。咁嚟對英國嚟講，咁我俾你一個入去啫，咁咪俾你落去，女婿係咪先？不過其他到時候有其他人類似情況，我可以話嗰個唔係一個先例，係啊。事實據報道咧，即係據胡志偉咁講咧，都係話英國同佢講明呢個唔係一個先例，就係怕之後再有人好似佢咁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大家睇到英國佬其實好虛偽啫嘛，係啊，佢吸 BNO 都係為咗吸啲錢過去啫，你估真係吸你一啲不是生產嘅人過去咩？係咪先？大家都知道英國而家咩情況，就話都唔知 N 年機換咗唔知 N 個首相，然後啲經濟差到不得了。咁所以一啲垃圾嚟講，對佢嚟講係冇乜用嘅。但係當然你話就算你幾垃圾都好，俾你一個入去，又有咩所謂呢？對佢嚟講，咁所以大家就睇清楚事情嘅本質啦。即係話其實胡志偉呢係一定可以繼續逗留喺英國嘅，因為第一個啫。咁然後個啟示係咩呢？就話其他手足就慘啦，即係連胡志偉身為前民主黨主席、前立法會議員，做咗外國代理人咁耐，反中亂港反咁耐，竟然都要搞到咁大件事先可以入到境。咁其他受佢哋煽動嘅一啲青年誤入歧途、坐咗監嘅，本身又冇乜學歷、冇乜技能嘅，如果連家庭背景都冇嘅，咁根本上就一定係被拒諸門外。嗰啲唔出名嘅人，你點嘈？英國政府唔會理你，外國媒體唔會理你，係咪先？你估真係齊上齊落咩？大難臨頭各是非就有。咁所以胡志偉呢件事呢，就可以好清楚咁話到俾受誤導嘅年青人聽，氣卒嘅命運係好悲慘㗎，做漢奸嘅命運係好悲慘㗎，係啊。即係你見到胡志偉簡直好似係搖尾乞憐咁樣，先至挨到個入境資格，挨到一個繼續逗留。胡志偉據佢自己所講就係為咗同家人團聚啦。咁南亞人相信都係嘅，因為對佢一個坐監咁耐嚟講，尤其是佢原本根本胡志偉就唔係咩傑出政客，佢根本就係一路跟住嗰架激進嘅列車，即係當年激進嘅行徑，上咗架賊車，咪一路做落去咯。佢本身就冇乜，即係完全唔係李柱銘唔係之前嗰啲民主黨主席嗰啲 level 嚟嘅。佢根本就見步行步，人上去又上，係咪先？大家都見到嘅，即係你估佢真係咁威咩？我要見指揮官，佢入到去俾人扣留嗰時，可能真係驚到唔該，我想見海關啊，係啊，咪就係咁啫嘛。咁所以呢件事特別見到
英國佬係幾虛偽，呢個係毋庸置疑嘅。你唔好同我講話咩？你哋班藍絲啊，拍晒手掌咁，胡志偉入到境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胡志偉入到境純粹因為佢有個前民主黨主席、前立法會議員呢個 title，搞大一件事，所以先入到境。其他嘅受到煽動嘅青年手足所謂根本就係俾人棄如棄卒都唔止啊！棄卒都話曾經有用啊，係咪先？對你嚟講根本就係多餘嘅。咁所以呢件事就可以見到英國佬係幾咁虛偽。第二就見到嗰啲所謂受誤導嘅青年，佢嘅下場係會幾咁悲慘，係幾咁悲慘。嗱，件事發展到落去，胡志偉最後一定可以攞到英國呢個居留權嘅，你放心，真係流民社包單，佢哋一定攞到噶。係啊，咁然後咁跟住咪又係好似其他嗰啲泛民嗰啲咁咯，喺度噏下嘢啊，咩晒啊，做下戲啊，咁啊鬥翻啲生活費啫，係咪先？揾食啫，係揾食啫。反正其實我有時覺得胡志偉啊，或者所謂嘅泛民政客出多啲聲仲好啦。佢哋講啲嘢都完全唔合邏輯嘅，係咪先？要信嘅人就信咗啦，唔信嘅人就唔信啦。半信半疑嘅，聽完佢講更加唔信。係啊，咁所以對呢件事咧，我嘅分析就係咁啦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就話睇到呢件事嘅分析就係話，胡志偉一早由佢第一日俾人扣留開始，我既知道佢會最終係會逗留咗喺嗰度嘅。而呢件事嘅啟示就係話嘅手足啊，所謂嘅受誤導青年，佢哋嘅下場係注定會好悲慘嘅。而第三樣嘢就話見到英國佬嘅虛偽，呢啲就係分析呢件事嘅時候咧，大家要睇一個新聞咧，應該睇到個事實。好啦，今集叫講嘅差唔多啦。如果你都同意，記得留言讚好，下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要話。拜拜。